届总统大选的人数，除了郭台铭有达到人数的标准之外，其他的人数人拢无合格。其中来自台中的陈美惠，伊送交的人数数超过25万人，但是符合规定的竟然只2个，100万的保证金将会去互没收。中选会讲，伊的人数数合格率会遐尼啊低，上主要是因为大部分拢是中户来影印。过去暗接受媒体采访的，就是这摆挑战总统大选人数的不动者台中政治诉前陈美惠，有一部分的那个什么空白联署书再去资产回收。来自台中的陈美惠拿100万的保证金参加总统大选的人数，摕25万5410个人的人数数，伫咧民众也讲，送交人数数时，捌伫咧一天内3摆红拒绝收落来，无啥关系。落尾中选会审核。以25万多人的人数数，合规定的人数高2个行，100万保证金买红不收。大概他们送来的有很多都是用重复影印的方式，当然了我这个是不合格的，所以它的合格率是非常的低。中选会讲，陈美惠的人数数内底有真侪电影性不合规定，25万份的人数数装伫咧纸箱内底，摕转去因台中的厝，放伫咧社区1楼的管理室，挑敢若亲像一座山。连续结果出来，陈美惠袂种遐铺真侪篇文章，其中这篇敢若陈美惠含副手亲戚朋友的人数就毋拿2分，讲选举人数是打压小党含无党籍，亲像是伫咧表达因对人数规定的质疑。另外，还有这篇政党含中央无想要大步改革，嘛无想要民间参与，毋过阮组囝陈维新同款的参选北区北屯立委，宣布因会搁一摆投入选战。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。连续失败，陈美惠无接电话。伊去年参选台中市长，摕到23140票，得票率是1.72%，150万保证金嘛红不收。参加2场选举活动，一捆开250万。毛大家对这位来自台中的政治诉前印象是真深。Hello， 我是冯维之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